就像二嫂奶奶到了没有？李老爷，二嫂奶奶外必到。啊？怎么外不到家的？哎呀，我看侬啊，要去吃毛病来着。no， 外不到。哎，外不到。外不到。外不到。咦，搿只先生啦，是我考来的。秋香，搿只先生是我考来的，说不好。是我考来的，是我考来的，是我考来的，是我考来的。阿香，阿伯，你们两个不在书房读书，又出来闹什么名堂？阿伯爹，今朝我老婆娘去请唐伯父的话，说辰光嘛，要聚来同在，我是来迎接一个。对啊，阿伯爹，我出来迎接唐我。我有说过，那三红之意不才去。还不与我回书房去？哦。二嫂奶奶为父，开大门迎王，开大门迎王。若言你果真传来了唐伯父的话，功劳不小啊！若英啊，弄得我家老爷高兴，就是我个好媳妇。公公婆婆，唐英是我的表弟，我告诉他这是奉太师爷之命，他管不话吗？哎，当今唐伯父乃是江东大才子，不可唐得于他。你自己看过了吗？我表弟上梁封条，再说长辈都还没看，我怎管先看你？好，来，接我进手。
子民恩惠孝，区区一万官之劳，无奈唐人能够判。神兵标记将我拿。老爷，老爷，这个唐伯虎也太狂妄了，竟然欺负到我太师队上来了。唐伯虎啊，唐伯虎，你落情不慎太清高，总有一天将你跪着来去扫。有事万事尽享，有时在中央旁边，尽享在我在心中。对，小生两者都是，有两者都不是。此乃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啊！耶，模棱两可，寡人一个。施主，实在对不起，见王老夫人10秒进香，颜值升斗暂许为必。什么？有这等事嘞？那么我倒要看看这王老夫人何许人也？王老夫人，快这，快去！
一台万千，一台万千，一台万千。秋香，你帮我画金吧。是。请瓦老夫人到黄茶社用茶。请。这曲步好似大黑光涛，谢绝我去。他也笑更比，也笑了，我也温吞问出桥啊！你笑两下，连三下，堂
公子佛面前意平嫂嫂，那书生萍水相逢相跟踪，七宝营造十府中，一名王华府杀将他手来，我先生家上更受穷。去向拜见海少奶奶。拜见的啥？你没有外甥。肉眼见太师爷新买了一个书童。哦，想必就是那个叫王安的。是哈，他就是我虎丘金香寺见到的那位书生呐。这又何必他进小姑娘？你说好笑吗？在虎丘庙里只见了一面，这个书呆子啊，就跟到伏羲。引导小客虽入了，神仙见了也不稳定。定是你在招风设点，万不与我重视。早来！啊，哎呀，这叫我从何说起呀？在虎丘北菩萨，他把我庙，谁知一笑，谁知一笑，把我找。他为我买身的书童，岂不是诚心因爱抚恼？哎呀，吓得我心里滴滴跳。没猜错吧？此生的偏貌娘，生死问连君笑啊，一怀玉眼杀成笑，随了丈夫来为定嫂，早知如此不该笑，哎呀不该笑，可恨我一笑二笑，一笑二笑连三笑连三笑当太师府的人，在外面闹出风雷云势，该当何才？沈家真心和你商量，你正经一点好不好嘛？好妹妹，你不用着急，姐姐我会帮你的。那么你说老爷怎么会收下他呢？老爷他出了一句赏联，让他带。赏联是什么？赏联是十口信诗、诗歌、诗名、诗手记。他对的是什么？他对的是八步上山、赏风、赏月、赏什么？赏秋香。妙啊！不但对你公正，而且把你清香也牵进去了。哎呀，我就说来这不算嘛，老爷轻信了他，把他来瞎了。照我华府的规矩，信守相承，是要我这个官家婆来面试的。等因为他要来面试，你让他通不过关出去。
别人我不管，妹妹的嘛，我是绑定了。多谢玉英姐。冰儿少奶奶手动娃娃前来面试。说吵吵，吵吵到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怪人。喂，来啊！谁呀？啊，是。哎呀呀呀，谁呀？我是华平兄，华府出榜招速动，我来应聘，开试也已经通过了，怎么我要让二嫂奶奶面试？哼，这是我华府的规矩。二嫂奶奶是我华府的管家不？要是面试这关通不过啊，你就乖乖在这吧。我说华平兄，这二嫂奶奶是不是老太师二公子的娘子？咦，我看侬啊，真是聪明面孔，笨犊子。二嫂奶奶，哎，她是不是姓龙的呀？名气呱呱叫，呀，不好！什么也不好？不劳你陪同，不劳你陪同了呀！我没干短功夫，自家进去。是。早知今生要见兄同，何必当初去往？得在太师表心恩，我好比绵羊送亲老夫心儿错。送面什么意思嘛？晚安，你不当面迎礼，莫非亲自与我？只因二嫂奶奶仪态威严，话我有些怕。我也不是吃老虎，你怕什么？你就是吃老虎，难道你见不得什么？此时心怀鬼胎，干脆不必面试，把他治了。抬起头来，抬起头来！你再不让我看清楚，我就叫你立即撤府。哼！跪下来，跪有方。哼，你做的好事，我就知道你要骂这句话。他是家长老师，捉弄他，怎么个捉弄法？让他在地上爬。爬过去，爬，报应啊，报应！
味道不错吧？多谢教训。去想啊去想，为了你，我在这里生气腾生了。二少奶奶，差不多了，见好去收吧。哼，你言语谨慎，这叫是做是谁？起来吧。哼，你，哼，你是一个无赖徒，激起我心中深藏毒，过去的事情才来悟，去怀今人，去想苦。玩笑苦嘞！二少奶奶听我说，往日所谓是我错，今朝接受严训教，来这做什么事啊有数。他短短书生一力不足，一切切来生为我苦。千丈花土为生，情愿足尽是真苦。二少奶奶，我跪也跪了，怕也怕了，你就承认姊妹吧。哼，母亲告怒，不要以身兼殿。这瓦夫他是闹出风来云事，去管我母亲下去。是，外不快滚！多谢二少奶奶。去想啊，这下总算把你出气了吧？哎呀，我的二少奶奶，我叫你把他光子扶去，你偏要把他留下来，你什么意思嘛？去想啊，我们从长计议，是永远在身，一贯而呀。你快儿呀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嘛？二奶奶一番长叹万苦，要来话是何苦？三个花子人儿传来，叫我去想，真得秋香，大爷，何事？大爷要与你说走茶。你是我的玫瑰，你是我的花。哎呀，大爷，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。秋香，他们啊到撒网。沙房那么脏兮兮的地方，我不去。看不到子房，此房与你，四娘即刻要来，不去。
明凡三更，明白？到后院每单位相会，可好？明白太子了，我要也开。老夫人要起床了，哎，快去吧！吃下。搿么讲定哦，明朝三更一点鸡叫为好。好好好，快走吧。就下又来一个，阿爷，何事？秋香，始终侬去今夏，我是亲手发下。什么事嘞？呀，秋香，众叛与你一水中长。阿爷，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。干嘛俺到后院磨坊？磨坊是姥姥要得病的。干嘛俺到狮王阁里上？我看还是明晚三更。明晚三更，嘘，到后院没单的。没单的。老夫人唤我了，你快追吧。秋香，明朝夜里侬要来个，以悄悄讲为好。以悄悄叫为好，快追吧。爸，秋香，侬可不要说前头，放我个字哦。哎呀哈，不会的啦。我爱你爱到梦里头，我载你载到天尽头，个梦里头个天尽头。哼，真是气盛太盛。秋香姐，还有一个，晚安。你来做甚？奉太师之命到书房呈陈。那你就好好判读。哎，秋香，你怎么换了一副面孔啊？谁叫你盯上盯到这里来的？哎呀，秋香，你那三笑把我的心……我是笑你眼朵大，没有别的意思呀。秋香，你听我说呀，不要说了，像你这样的人，我见得多了。我告诉你，华府是个有规矩的地方。哎呀，秋香，你怎么这样看我？我们约个地方好好谈谈。什么地方？茶房、茅房、纸房、磨坊。呀！堂堂君子，岂可在这种地方约会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的意思我知道。好吧，明晚三更到后院没单的，没单的。嘘，不见不散。哎，明晚三更没单的，不见不散。哎呀，不见不散呐！去向他不见不散的人高，有此图卷八层八，我脸儿骚，心儿跳，奔波算心跑。
请他命。小人娃娃便是。哦，我晓得了，侬就是怕来碰到个手痛，真是。规矩。侬这个大不大呀？不来同我大爷见过礼呀？请问大爷，我们可是初次见面？现实里还没见过。既然是初次见面，现在见礼也不迟啊。耶，这张纸簿当慢慢的讲我嘛。娃儿看见大爷面啊！希望来了看您，二爷来了，快去拜见是拜见二爷。万里呀，是万里。老人，侬万里做啥？搿侬就不懂在，搿叫千里万里。师兄，侬以为是我啊？来。他是速度，哇哈！比做便宜者，做便宜者。耶，这哪想到比我要好嘛？哇哦，侬为做啥个事体呢？有些事会做，有些事不会做。干嘛？侬啥个事体？我会得做。端茶送水不会，扫地开会不会，铺上铁皮马也不会。做啥个事体啦？10年晚场锦绣文章。我看侬搿张面孔是要吃肉头香的，面孔漂亮就是吃肉头香。来，特别是要当心吃香哦。对，要当心吃香。那要好好保护秋香，对，好好保护秋香两位公子，原来是沉香，不是秋香了。晚安，姑姑。丞相记好。喂，侬来做啥个事体啦？太师爷将我送来今朝的功课，送个功课？那，哇呜，美人下长风先生。哎呦，老二啊，说个叫长风师啦。哎呀，搿长风师呢，就是这个。哎呀，哪个搿长风师呢？等于不问嘛。长风诗嘛，就是描写风的影态，但诗句诗里不可出现一个风字。搿是要逼出人性命来哉，也是做不出个。来，在广告款送点。太师爷说，明天晚上每档电影必须叫价。晚安，姑姑，我醉了。丞相弟，正好。
哎呀，也是做不成的。哎呀，有说哎呀，说你帮忙。老大位，老二位，老三位，进去问场，帮忙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啊，要老三，哎呀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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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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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不行！哎呀，老三，哎，明朝夜里我有要紧的事情，哎，务必要顺利过关。哎，侬，哦，侬帮我抬抬笔。要我特别不难，不过明晚你有什么事吗？钱相识，不好高兴，别人讲。你不告诉我，我就不帮你写言。哎，慢！哎呀，告诉不能，告诉不能，过来！知道了，我帮你写。哎呀，等下！老三，来！哎呦，老三，假使我账本事做得不好，明朝老爷检查功课通了过，搞到用计，会耽误我三根之光，一桩好事体了，侬好好帮忙。也是三更要我做到抬笔。哎呦，不，是做到代笔啦，是是拔刀相冲。要我抬笔不难，不过明晚三更你有什么好事说来听听？这个嘛，不告诉不能。你不告诉我，我就不帮你写。来，告诉不能，过来。知道了，我帮你写。你们帮我当扫帚王，让我写香来。好嘞！哈哈，不但要那些嘲讽词，何必自家动脑子？老三一回避，还是老得子，嘿！好闲呐！
王太傅郎太太，福鹏镇上居小，上九小，桂花飞扬月头珠，却一摆动才是少。才是少。写的是无锡风物，长风四七地，他要进步。下不掉，快讲，我要领光临，请阿不掉，请点。长江万里气波涛，卷起千家我长毛。青蛙举鸡当空舞，金山寺里腾摇。这一首气魄的古状更好，十指口诀，十指口诀也。哎呀，谢天谢地！阿不掉，小子，哎呀，老大位，始终出娘胎，还是第一次看到这张小面孔。不过笑得不好看，比空还难看。喏，又变回来这。哎呀，奇怪了。两个儿子奔于马。分菜呀，一个是妙笔生花丑哑女，一个是财团姊妹情丝旁。不对，哎呀，不对呀！两手是别接头，书法精妙没记差。讲，我先生，我先生，是话哦，太重，是话哦，太险。这个，从话哦，在话安
娃儿，你太做功课，哄骗老夫是何道理？只因二位公子才美不专，不胜他们罪罚，故而退避。你身为首都，竟有如此才华？谢太师夸奖。是你无故气来，谢太师。两个不孝之子已经弃罪了几位教书先生。娃儿，今日见你才华不错，恰与他们成为同学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他们的先生了。谢太师提拔。娃文娃武，还不过来见顾先生。见过老三。见过三老夫子。好了，早点回报西去吧。宋太师。阿不爹最好。梁金珍，我还有要紧的事体嘞，先走了啊！我也要紧的事体。明朝伟，明朝伟。好戏就要开场了。去点灯笼，不要动啊！
死我了！跑错人才，不是秋香，这把老娘都跑了一只头不动，忘了我叫秋香，分明想着我事体。阿母娘，还是秋香故意放的子。老夫人，那栋秋香的脑筋不是天良天灾，还是秋香放鸽子。哎呀，老夫人，把老身当作秋香放弃，为起到老母不侬？鬼错呗，老规矩。我问啊，我问，侬个小畜生，侬老婆生病躺在床，侬还在这里心花温柔，这是上应得的。好呀，下次不管。老夫人息怒，老夫人息怒。大家听着，今天起关闭中门，禁止男女往来，听见了吗？是。老夫人息怒，还是上蛋花去吧。阿母娘，我来猜侬，侬当心杀头。阿母娘，我来糊弄，侬当心是根。唉，昨日啦，阿母娘，女子陪娘走呀，步子要走得悠，一步一脚走得么轻悠悠，个轻悠悠，个轻悠悠。去想，娃儿，你怎么没有到顶上来？我真为中立的圈套，你也把我当作花痴。错了，你不是花痴，也是花眼。去想，你听我说呀，我不想听。去想，哎呀，去想，我还是不是花痴？放水，去想，我放水，不算，我要叫声了。去想，去想，我是出来要吓你一跳。去想，我是唐伯虎呀。大胆娃娃，竟敢冒充唐伯虎！我真是唐伯虎呀！真是不知羞耻！你不相信我？你叫我老实点，否则我告你冒充名声，骗取女色。这从我说起呀！哎，秋香，哎呀，秋香，你看，秋香，哎，花痴，花痴。营长啊，营长，他真是有眼不识金香玉叶。
去心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啊？晚安，哥哥。啊，丞相姐，不知丞相姐来伺候事。哎，一定要有事才请我来吗？欢迎。哎呀，关哥哥，你怎么啦？好像身体不爽。二宝小娘不必介意。丞相姐，莫非老夫人女娃要闯？哎，我爱哥哥老夫人命我等门来，这一来送上公子自便呀在儿在我哟，比见哥哥年在盼愿哥哥可爱您多谢关心，我很好啊。我爱哥哥。丞相姐，哎，你这仕女图真漂亮，这画像好像一个人。心比毒呀，丞相姐不要看错了。走门正壁，我娘痛哭，相思秋香，细雨难过。两位公子来了，我正好来送你们这个月的纸币银子。来得早不是来得巧。哎，喂，那规规矩矩，来得早少，没什么。倒出来，没什么。倒出来，没什么。哎呀，倒出来。耶，这上面我的蛮像一个人嘛，看。哈，秋香，哇呀！喏，是我秋香居心不良，喏，别想调戏良家姑娘，高兴俺老母亲，高兴俺老娘亲，这。你不要再聊，他们身体不好呀，保重有请。哎呀，你快，你额头上啊都冒出汗来了，我去打盆水来，请你擦一擦啊。哎呀，不必了。哎，这真是有心采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哦。
问他，不是老要把表弟把心愿上。哎呀，这老婆娘，晚安大道姐。晚安，你可知情？不知情万无条。我早就讲过在，可是冰箱啊，吃日太香。对，秋香是俺母娘顶该喜欢的奥头。哼，是侬可以随便话个。晚安，你要尊重华府家规，老夫人来时以往相请上，不许多嘴，听见了吗？老夫人到。阿母娘，哎呦，秋香。晚安，你好大的胆，这是什么？禀老夫人，这是娃的侍女童。哼，分明画的是秋香，我不上自己的孩子碰秋香，要启用你来赚便宜。老夫人，娃儿属于为娃而好，娃得像秋香，并无不规之举呀。阿母娘，你承认我吃香，确实吃的太香。对，这说明娃儿的确是个花痴。哎呦，老婆娘，侬我对不对啦？哎呦，哎呀，老夫人，娃儿冤枉，娃儿对秋香并非有非礼之举呀。秋香，娃儿的实力可是实话。这，禀老夫人，娃儿虽说没有非礼，可他随便问我也是居心不良。老夫人，当初家里来提亲，华府当差不可以，此风啥事甚至长手停放生意情，为我华府得你。堂堂家规不可取，叫我你与我当从法规。快你快快不乱停。晚安，老夫人叫你王贵，你要与我老实点。那出门来，出门来王恩，从侬来当个王夫，小姑娘不能一个人过得起在。侬凭啥等死亡？侬凭啥吃小粥？为了气。啊呀，不对，真是不对！从来老大位，鬼操办嘛，我老拒绝。哎呀，不对，只是不对。起来！我10万不能空。膝盖并拢，双手在侧，个不隆咚。懂啦？哎呀，来，快！哎呀，低头看胸说话，第一，等你
现在听我指挥了啊！哎，来起来，跪了去！去乡啊去乡，我的乡里也要这副，这都是你害我的呀！立起来，跪了去！去乡，我儿跪了。立起来，跪了去！去乡，我三跪了。立！晚安，还不向老夫人请罪？是。啊，婆婆，我看晚安人错态度还不错。算了，起来吧。谢老夫人。哎呦，哎呦，没完，哎呦，哎呦，喂！要那个姐姐做啥？走！啊，婆婆，我看娃娃的还不错，不是将他将功补过，为你画一幅观音菩萨像。玉英啊，侬这件事说到我心里去了。晚安，为你画一幅观音像，以便老夫人日夜供奉。就在这里画。是。启禀二嫂奶奶，描绘观音像必须心力结整，需要老夫人的一位心腹之人来铺子磨门。有趣实在，规矩多，也在。婆婆，不可对娃儿太热情，我看要找一个牢靠的。还是秋香为我代劳吧。就这么定啦。万一庙会发现必须问清，言人为凭。啊！秋香留下，各自为名。是。为人了强反心，
相中必生在寻。呀，陪我挖起观音来。去西江月，一封仕女图，才头之辈陪你飞送。想起他是曾唐伯虎，于是我心里也迷糊。他生气腾身为错办，是与那千言万语百语千言相诉。前世欠下相思债，我恰将他来过分，来过分。啊呀呀，想你远，看你远。哇，好了，曲香，你来看。呀，真想我观音也放啊！曲香，你再来看。水中莲花去西藏。去向爱的是万安，去向万安就是唐英，唐英就是万安，你爱万安就是爱唐英啊！小女子配不上你，去向，难道不让我耶稣中场吗？
从此不再迷风迷，所见飘零逍遥路。不求云雨君三笑，哎呀君三笑，一见钟情生情愫啊！我的团情绵长，十夜为我还情梦。我为你一路跟踪青蛙夫，我为你低声下气沦为奴，我为你争风切磋受其力，我为你才高翻得小人多，我为你才怕地归错反爱，我为你呀泪流宣子身亡途。别人不见秋堂，谁知你秋香？哎呀秋香，你来不见我啊！秋香啊，多情离别别君子，心有事若不长住，可怜我牵秋万句十一句，觉不到秋香，觉不到秋香，相思苦，相思苦。听他一番痴心表又是离间。痴心伤，有言多深，今相拥，错把家梦中好。先生啊，去向一等一路马，不该西路把事断交。我生死下界却是心，总以为凤凰多为，凤凰多为把抚养长，关君一片爱恋。我秋香远去。
报，结果跑到一起去了。喏，玉英姐，都是表姐成亲。啊，玉英姐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早说，我要怕你在老夫人那里连我也一起卖掉你。玉英姐，表弟，你话的欢迎你，表姐请欢。哎呀，好啊！只要老爷已经准备堂话，定在不10岁，由于你送上门来的这次交朋友，那是你们就可以。哎呀，只怕老夫人不会同意吧？是要想个办法才是。这第一步，这第二步，你这个书呆子，也都是鬼点子，决定表姐长龙，多谢表姐，多谢牛英姐，哼，没大没小。我是二嫂奶奶，多谢二嫂奶奶。
求相声，华安就是唐伯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夫人，你看，这关于华夏便是唐伯虎的手机。当真？那么唐伯虎的人呢？婆婆，华安就是我表弟唐英啊。哎呀，我更糊涂啦！哎呀，夫人，华安就是唐伯虎，唐伯虎就是华安。哎呀，老爷，这江南才子哪个会到屋里来的人？夫人，刚才玉英已与我讲过，唐英是为秋香而来。秋香，只有将秋香许配给唐英，成了亲戚，才能留住唐英。夫人，你知道我早就想与唐英结芳年之交啊！难道为了侬，我就给神偷改了吗？这咋想的？哎，我看府中所有的丫鬟都喜欢他，兴许我表弟就喜欢上别的丫鬟了呢。哎，这倒也未可知。此次就任凭他在丫头中挑选一个，夫人，你以为是何呢？秋香老实本分，众丫头机灵活络，说不定还轮不着秋香哈。哎呀，当然不一定是秋香咯。不过，万一点中秋香，夫人，你可要神通个爱哟！哎呦，不是抱怨，千万不要点秋香，千万不要点秋香。不过要让唐伯虎自己选，侬这种种作家，我可不客气。好，此次大家就去准备吧。是。侬同俺老头子来动商量啥个事体啦？老爷叫唐伯虎选一个丫头成亲。哎，被挑选个后头里向，哎，包个秋香吗？当然包括秋香。哈！阿婆娘，阿婆娘！哎呦，不好啊！天将讨贼，地将严贼，狂风暴雨将我心棺材。我
你大胆下来，不必客气。谢太师。太师爷女的点血将儿，请钟姑娘分配出堂。小姐立可。第二批上堂。春香平城。
今天累不成了啊！哎呀，太师，哎呀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知道老太婆要杀花枪，我去叫秋香。公爹，你火起来吧，还是我去吧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倒要看看老太婆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哈哈，又来一个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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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夫人，你还是舍不得秋香。原以为那么多丫头，总有一个中选，谁知点来点去就是不中意，看来是不到王我心不死。婆婆，婆婆，且向名花一枝，两位公子就太平了。婆婆，你要为我媳妇着想啊！哎呀，夫人，只有留住唐英，你那两个儿子就欲望成才。这是大伯父个手哦，是那个命根子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老夫人，我会对秋香好的。婆婆，婆哎呀，婆，夫人，婆婆，哎呦，夫人。今天我就神通个爱，呈现你们了。谢夫人。来呀，叫秋香参堂。是。